要穿出来，比如要做的那种穿皮，他毛色所要也可以吧？那我们是有一件事情的。人懵的，我的，爱看他的情况，现在丢人对母亲的，这个就的讲话。在班里养老过，他的手不要看，一定都唱吧。可以吗？可以吧？有几点太多嘛？天气都不容易嘛。一啲班上咗升嘅副嘅一隻嘅就話升上下啲會將話熟咗升過來副話比較啲就話升上來。Hello，我哋